Hello，我係美聯物業嘅 Albert 關。今次介紹一個金鐘區嘅甲級寫字樓，就係世界知名嘅力寶中心。佢位處於喺中環嘅金鐘商業區。無論你從國內外或香港其他地方嚟金鐘，交通都非常之方便。坐港鐵嚟到金鐘，你只要喺 B 出口直接上到嚟就力寶中心啦。你一入嚟力寶中心咧，就會見到呢個寬敞宏偉嘅大堂。而大堂嘅設計師咧係有一個名建築師設計嘅，非常之有特色。而每座大廈咧都有12部升降機，翻工上落非常之方便。單位全層建築面積14000幾平方尺，包全裝修寫字樓嘅傢俬。老闆房更有維港嘅海景，大大提升公司嘅形象，做嘢更加得心應手啦。呢個單位咧有一個最大嘅特色咧，就係有一個媲美高級餐廳嘅茶水間，可以俾同事咧輕鬆休息一下，又可以開下啲小組會議，都係一個唔錯選擇㗎。如果你對呢個樓盤有興趣的話，歡迎你同我聯絡啊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